朝古代台湾南部的西南部的道丰内海、道丰港、四大港口，道丰内海四大港口，盐水港是夜间港，咸水港咸水港，咸水你看古代是咸水，现在都叫盐水，咸水咸水港，盐不是盐但是怎么就盐？它原来就是咸水港。再来就是那个你看铁线桥港，再来就是毛港尾港，烂头港是在这边，烂头港就是在这个啦，这个位置了。烂头港啊，水加土都到烂了。烂头港就在铁线桥的东边、西边嘛。铁线桥是比较进入、比较深入，烂头港是比较西边嘛。所以烂头港比较头前、比较前方的港。烂头港，烂的水加土，土质松软了，还叫做烂。你看毛港尾嘛，中营那边呢，毛港尾，然后麻豆港，你看，你看，据说古代麻豆代天府的5000岁的神像，因为遇到水灾那神像漂流到那个本来是那个麻豆那个什么地方啊？海埔慈王府，海埔地王府，因为那个村民贫穷不敢拜神，不敢建庙拜神，还有把神像放在竹筏，可能是竹筏地白啊，让它漂流入海，往海里面漂，结果漂到那个北门那边啊，所以后来有南鲲生啊。南鲲生的庙本来就在海边的，后来现在看到的是已经迁移到比较里面。道丰内海、道丰港四大港口，再记一次。盐水港，古代叫咸水港，那村庄叫大龟壁啊，比较文雅一点叫大龟壁啊。再来是那个铁线桥地上，毛港尾，那个麻豆港，道丰港的4个港，道丰内海的4个港啊，咸水港啦，鱼港尾港啦，铁线桥港啦，来鱼港尾港啦，麻豆港啦，咱咸水港的哩，咸水港这啥？过来啥？铁线桥港，铁线桥港来鱼港尾港，来麻豆港，古早时代才有船仔咧走呢。有感恩啊！阿伯讲这古早时代有船仔咧走啦。对这个月顶港遐入来，对遐入来，月顶港遐来船仔走去抓空落罗。加赞！这个永城戏院，日治时期是个仓库啊。在后来2次大战晚期，1945年被美军轰炸坏掉，台湾光复后马上变成戏院了。1945年11月就建造成戏院了。现在106年10月19号